沙田龍華酒店以紅燒乳鴿聞名，年輕一輩可能會問：明明係餐廳，點解會叫酒店？咁就要由佢嘅歷史講起。龍華酒店最初其實係一棟有錢人家嘅別墅，1938年由富商鍾秀祥嘅妻子興建。據講當時兩公婆因為家庭糾紛，鍾太一怒之下就喺沙田買地起屋住，呢間屋就係依家嘅龍華。但隨住兩公婆好返，呢度就變成佢哋嘅度假別墅。日佔期間，龍華一度被日軍佔領，二戰之後鍾氏先收返間屋，將佢改建做酒店。喺1951年開業，龍華酒店最初只係得7間套房，後嚟增建至12間，係當年沙田唯一嘅酒店。每晚住宿費大約係50-60蚊，相當於普通打工仔半個月嘅人工。以前嘅龍華依山望海，風景優美，係香港少有嘅園林酒店。唔少名人都係酒店嘅常客，其中武俠小說泰斗金庸更加長期預訂咗1間房，喺有需要嗰陣會閉關寫書。據講《書劍恩仇錄》就係喺龍華寫成。武打巨星李小龍亦都經常同家人喺龍華食乳鴿，更加會喺酒店天台教細佬打功夫。不過到咗70年代，因為發展新市鎮，沙田大規模填海，龍華失去咗得天獨厚嘅美景。停車場亦都因為鋪設電氣化鐵路被收返，設施被新落成嘅酒店比下去。1985年，龍華由酒店轉型成酒家，但就保留咗酒店呢一個名。一道紅燒乳鴿吸引咗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、台灣嘅蔣經國等慕名而來。高峰期每日賣出6000隻乳鴿。雖然龍華喺經營上有過唔少風波，但佢為大家帶嚟嘅集體回憶依舊令人回味。